为了疏解南科连外交通，台南市正伫咧兴建百外宽道路。第4期路线对台19线溪顶寮大桥往西延伸到台17线大港观海桥，长度大约3.7公里。要过中华路、中华北路沿线有住户认为家己的徛家会受到影响，市府的公听会更是引发一连串的争议。黄伟哲无可能遮大胆啦，都无通知，敢通知迄征收的种迄土地的人。你敢知影征收土地的人根本就无住伫遐，无住伫这条路，这是一个杀人的工程啦！距离阮民众无到4.5米啦，3楼悬啦，空屋震动差了对啦吼。我透早开门开来，一个门仔口就一支头啊，遮大机放伫我门仔口啦，阿弥陀佛啦！全国的乡亲啊、民众啊，恁甲我评评理啦！永康区嘉定里甲北区花蝶、文园、成功、大港、大河等6里居民遭自救会求北部调抗议反对。根据了解，4期工程原计划对新市往西兴建，到永康区嘉定里江水溪北边，起高架桥往西到安平区。要过市府伫几天前煞甲路线拦煞，嘛无甲居民沟通协调。咱的市政府到底是安有这个决定？我想再互咱地方一个说明解说。这么重大的工程，200多亿的工程，就只派一个科长来做说明，科长有决定权吗？我想市政府心知肚明。水利法规定，桥墩不得设于提前坡，为确保民众安全，不宜河川置于计划线内高山地、弱墩、北外环的道路路线。路线规划完全不影响快速道路的交通行进，且可提高交通运转效率。对此，工部局说明，考量江水溪跨度有限，若伫咧兴水区落墩，恐惊有崩发危险。经过专业评估了后，才采用沿江水溪南北两边的路线方案。另外，更强调公听会进前已经依照规定发函予土地所有权人，并且公告一切合法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